大家好，我係 Popular 嘅 Kus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可能係中西區最貴租嘅一房單位 One Central Place。實用面積672尺，喺香港呢個尺數通常住一家三口，但喺呢度係專屬一個人嘅享受。睇一個客廳，雲石地台配落地玻璃，呢種空間感喺中環商業核心地段真係好奢侈。開放式廚房一樣都係鋪滿雲石，深綠色櫥櫃配頂級家電。就算唔煮飯，單放支紅酒喺度，都成個格調已經贏咗。戲肉其實喺間房度，由走廊行入嚟，首先見到呢個茶色玻璃衣帽間，感覺就好似去咗5星級酒店嘅套房咁。主人房大到可以三邊落床，都仲有大量空間，完全冇壓迫感。喺中環寸金尺土嘅地段，一房單位仲可以擺到浴缸，呢個就係新界嘅體驗。放工翻嚟浸個婆婆浴，望下中環嘅繁華。呢啲先叫生活。樓下就係蘇豪區同蘭桂坊，翻工玩樂都係幾步之遙。咁高質素嘅一房單位，你覺得值租幾錢呢？留言話我知。想知答案就打開 caption 睇啦。